血壓高咗，血液流動更快咗，咁血管唔應該更順暢咩？點解要講高血壓會引起腦梗死呢？其實血壓係血液流動時候對血管產生嘅壓力，血壓一直高，血液流動就一直好快，血管持續受到血液嘅衝擊，係唔係就容易受傷呢？血管一旦受傷就容易誘發炎症嘅反應，各種淋巴細胞、單核細胞等嘅炎症細胞都會入到血管入邊，再加上血液入邊嘅血脂聚集喺一齊，慢慢就會形成咗斑塊。如果係進一步發展，斑塊爆咗或者形成咗血栓嘅脫落，隨住血液移動到大腦入邊，佢會將血管塞死咗。咁係咪腦梗死就要嚟呢？所以我哋要降低腦梗死嘅風險，一定要控制血壓，保護好血管。首先促進我哋大腦嘅血液循環。有個小動作教俾大家，我哋要雙手十指自然分開，從額頭開始梳理頭髮，一直到後頸，重複20到30次，唔單止可以好好咁刺激我哋頭皮上邊嘅穴位，仲可以促進我哋頭皮嘅血液循環，對於保護血管同埋降低腦梗死嘅風險都有幫助。第二，多食富含胡蘿蔔素嘅食品，例如胡蘿蔔啦、南瓜啦、芒果啦、哈密瓜、枸杞呢啲食物入邊嘅胡蘿蔔素咧，具有抗氧化嘅作用，有助於保護血管內膜嘅彈性，防止血管硬化。最後一定要多飲水，幫助稀釋我哋嘅血液，降低血液嘅黏稠度。最好早上起身就飲一杯水，要飲夠1000到1500毫升，差唔多2到3樽礦泉水個量。咁樣血液咧冇咁結，亦都冇咁容易形成血栓。